恶臭、荒废、登革热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些卫生条件不好，还有一些游民都进驻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这些里民对这一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有期待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以前最热闹的地方。那有关于外扩卖店布商22间的部分，我们也来尽速的赶工哈。然后在外扩卖店这边，我们希望争取哈，能够让外扩卖店的布商能够在明年农历过年之前，能够开始回去外扩卖店营业哈。那至于国华街3排38户的部分哈，我们也会来尽量争取哈，摊商能够来权利最大化哈，然后尽量来原地安置。但是有一个前提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保留我们这栋西市场的古迹之美。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浅草商圈的市定古迹西市场及附属建筑香蕉仓库，最早建立于明治时期，是当时南台湾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市场，也是台南市区当时的娱乐及民生用品供应中心。台南市政府文资处历时3年半，耗资将近2亿元，将这里修复完成，让这座见证台南市100年来庶民日常生活的市场，能继续留在人们的视线中。未来台南市政府将持续进行街廓整体改建以及商圈活化，让更多人认识这座老台南记忆深刻的重要地标。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化局长怎么说吧。那整个西市场可以说是很多老台人大家共同的记忆。那在日治时期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市场。那从1905年第一代因为风灾倒了之后，那1912年第2代重新把它兴建，所以我们现在完成的这个风貌就是1912年当时所兴建的一个风貌。那整体性的修复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位于市场，那要兼顾到所谓的市场这些摊商他们的所谓的生计，那又要兼顾到古迹修复，所以光修复的时程花了3年多的一个时间。不过这3年多来，我相信完成之后，大家应该会对整个西市场的这个历史风貌感到非常非常的一个惊艳。那目前我们经发局已经后续在做相关的再利用，还有有关周边环境的一个整理。相信不久的将来，整个西市场对外来开放之后可以让大家见证到一个100年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迹的市场。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为7月1号开始开放注射莫德纳疫苗，包括75岁以上的长辈、有新的妇女等符合资格对象。卫生局表示，因为这批疫苗有74000多剂，所以市府特别扩大注射的地点，已经超过242位，希望方便民众就近去注疫苗。但是对7月1号一透早收到第一批莫德纳疫苗以后，马上直送到各医疗院所，提供7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有心的妇女等符合资格对象来注。其中每天特别来到基美病院关心，了解相关的规划，包括等待、评估、注射以及休困等区域。嘛，请符合资格民众赶紧来，量早提升大家注疫苗的比率加保护力。早上7点多、7点50左右收到疫苗，直接马上就直送到各医院以及这个施打点。今天来到奇美医院，看到事实上秩序都非常好，而且医院的规划非常完善哈。所以不仅是施打的地方，还有评估的地方，还有休息的地方，还有这等候施打的地方，这每个都是井然有序的。但最重要的是，今天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说。这个200个施打，下午就有200个施打的名额，其中有30多位是孕妇。
所以我相信，如果市民朋友们需要的话，赶快来施打哈，符合资格的我们就赶快尽速施打，然后这个施打的列车会一步一步往下开，那错过了就可能再回来排队会比较慢，所以我们希望说市民朋友轮到你来的时候赶快来打，那希望说大家的一切顺利。根据卫生局指出，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单次这波总共分配到74200剂莫德纳疫苗，将分2梯次配送。注射地点除了原本37间卫生所、192间医疗院所，嘛因为人数愈来愈多，所以社区也开新的据点，总共超过242处，来方便民众就近注射。市表示，民众有任何问题，会当卡防疫专线0628801880来询问。台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三级警戒暂定到7月12号解封，若是顺利如期解封，私立托儿所甲保教机构拢会恢复上课。所以，议长郭信良建议，将教育机构相关人员拢列入第7类的疫苗注射对象，才袂造成未来防疫的漏洞。因为三级警戒目前可能到7月12号解除，如果若顺利伫原定的时间解封，安尼所有幼稚园佮有其他的保教场所拢会开始恢复上课。如果若开始复课了，每一间家长甲学生佮有教职人员的接触率拢会增加。议长呼吁，希望会当甲保教人员佮有短期教育相关人员拢排入去接种疫苗的名册。那因为根据中央的规定呢，所以教育界的一个幼教老师呢，是列在第7类。那包括幼稚园的老师、安静班的老师、幼教的正式人员。还有那个行政人员就列入施打的对象，但是一些代课的老师和兼职的话，如果没有在造册里面的话，是不是也会造成防疫的漏洞？尤其是呢，暑假这段期间将要来临，那一些课后辅导补习班的老师，你如果没有将他施打的话，未来这段期间所有的学生一定为了学业的压力。未来升学的压力一定会往补习班里面钻，那这些补习班老师你没有办法纳入施打对象，是不是又成为一个防疫漏洞？成为了家长忧心欢乐所在。所以我希望市政府呢能够将这个列入考虑，也一并纳入优先施打的对象。如果若顺利解除警戒，开始恢复上课了，学生为着要赶紧补足疫情期间的课业，可能会去保教场所上课。如果若教育机构的人员无注射疫苗的话，每一间甲学生佮有家长接触，可能会造成防疫的漏洞，嘛可能会互疫情一定的恶性循环。台南新闻人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黄伟哲甲日本京都市长文川大佐透过视讯签署台南市甲京都市推动交流协定书，要互台湾、日本两大世界历史都市会当做伙牵手，创造新的历史。台南市甲京都市分别是台湾甲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都市，也拢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的成员。两市的议会经伫2018年缔结友好交流协定。现在双边的市长更是透过视讯会议签订推动交流协定书，更加促进了两市未来交流。今天是台湾跟日本都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一天，因为台南市跟京都市分别是台湾跟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城市，也都是世界历史都市联盟的成员。2012年，台南市加入世界历史都市联盟。那个时候我是担任国会议员，也曾经前往京都市拜访参访，对于这个都市的美丽跟它文化的深远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在今年，我们非常的感谢各位日本朋友以及谢长廷大使所有的日本的朋友一起努力台湾获得日本政府赠送224万剂的 COVID-19 的疫苗，协助台湾共同度过难关。我们抱着深切感谢的心情，也高兴见到台南跟京都两个历史城市能够长久以来
有非常好的交流活动。今天台南跟京都签署交流协定是一个里程碑，但是事实上两个城市长久以来的民间交流互动是绵延不绝，而且也将一直持续下去。这是台南市城市外交迈向里程碑的一刻。台南市议会与京都市议会渊源很深厚，在2018年就由当时的赖美惠议长率团前往京都，与京都市议会四田一博议长共同签订友好交流协定。台南市议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与京都市议会签订友好交流协定的议会，双古都议会结盟意义非凡。今天看到台南市和京都市的结盟，代表着两市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在签署仪式上，京都市长门川大佐对着去年疫情爆发时，受到台南送的护目镜协助防疫，诚心表达感谢。门川市长嘛，希望透过交流协定的签署，促进双方市民的交流，让两市更加繁荣发展。日本の皆さん、正面のカメラに向けてください。はい、こちらです。签署即天助理大使谢中庭，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加藤英次，京都市议会议长田中明秀、副议长吉田孝雄、议员四田一博，以及台南市代理文化友好基金会董事长李退之、台南市观光旅局局长郭珍惠，也拢到场观礼，共同见证这历史的一刻。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日前因为连续大雨，议员林美燕发现群新海堤河坡有积水，恐惊造成病危亡，第一时间就通报市府相关单位，并且伫上午前往会勘。目前由水利局甲中央第6河川局做伙进行主成员的清除工作。位伫南区群新的海堤，因为一边属中央水利署甲国有财产管辖，一边是市府水利甲监务。议员林美燕透过当地里长的反映，发现堤防的两边不但杂草丛生，而且堤防的架倾更容易来积水，恐惊会造成病危亡。这几天下过大雨以后，从岸群新到黑奇外这个河体上面呢，我们发现，在它的河体旁边本来是一个洞的，积满的水。那我们一看的话，发现很恐怖的结节已经有结节了哈，所以我们真的很怕登革热哈，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我们真的不要再有登革热来了，所以我们马上反映相关单位赶快来做处理。那第6号专辑在前天受到就是我们反映之后，他马上来做一个就是工程的施工哈。那当然，里长也一再的就是强调了哈，因为过去的也一直在反映说，这边的环境事实上，天然的环境是很漂亮啊，因为河体的部分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骑脚踏车，还有跑步啦，散步等等。但是在整个环境哈，我们也看到一边是公务局的土地，它被木球嫩芽的部分很干净，但是没有被嫩芽的地方杂草横生。那另外一侧呢，又是林务局的土地，国有财产的土地。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是杂草横生，那里面有一滩的积水，所以我们真的很怕了哈。尤其里长哈也一再的要求哈，市府赶快来有所动作了，因为哈，咱的市民大家只要温动，如果有登革热的话怎么办？所以这么大的登革热的一个温床，我们必须要赶快把它消灭掉哈。对此，议员上午邀集第6河川局、甲市府环保、卫生、甲水利单位前往会勘。虽然市府水利局第一时间有通报中央水利署来处理，现场嘛有未这工人正进行环境的整理。不过，卫生局天高咧防治中心执行秘书吴兆辉表示，只要现场有一寡积水，就容易来造成病危亡。伫现在防疫的阶段，应该尽量避免积水。那么到时防疫两边烧。天高热的话这水珠的话差不多有5cc 的水伊就会发起来所以你啊蚊啊虫啊，阁是迄种幼囝的时阵袂走，迄阵咱较紧甲伊巡倒清刷。尤其最近落雨了，即马天气变热即马是天高热的高原期的话咱较紧甲市民这巡倒清刷做好像讲有草啊，这毋好超过100公
公分的这个所在吼，尽量吼甲伊铺落白。啊，水有迄讲积水容器的话，甲伊倒落清气的话，安尼天高咧就袂变茫啊，袂变茫啊，伊咧飞的话，安尼咱要甲伊消灭就较困难。所以咱即摆大家吼，全市民拢是为了咱这个那个新冠疫情吼，那个 COVID-19 吼咧防疫的话，咱希望咱的天高咧吼，莫搁互咱腹背受敌，大家一起加油。另外，市府水利局嘛表示，当初为了兼顾休闲甲美观，伫咧堤防内底边以架轻的方式来施工，全线总长大约2.6公里。为了避免落雨搁再积水，第6河川局嘛承诺，后续将继续来改善作业。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随着3级警戒持续，为了消停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结合热心的公庙以及企业，上午捐赠2000领的防护衫，予省大、基美甲安南3间病院。随着3级警戒持续，为了体贴第一线医护人员执行防疫风险，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怡珍媒下邀请珠峰现江、春盛业甲大洋2间事业公司，分别到省大、安南以及基美3间病院，总共捐出2000领的防护衫。根据了解，一领市价大约400-500块，对医疗资源甲保护力有真大帮助。我们真的很感谢企业跟宗教团体的一些帮助，然后呢可以一起来捐赠防护衣给我们相关的单位。那奇美我们捐赠了800件防护衣，那成大900件，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南医院，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的关心跟大家的感谢，能够一起用力量给予我们所有第一线的防护人员最大的感恩。真的要谢谢我们奇美、我们院长，还有我们的副院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医护同仁的努力，还有我们的部长护理部的部长真的大家都是用心用力来照顾我们的健康，谢谢他们。为了邀请珠峰现江主委表示，因为先天上帝有交代因5月、6月一定要协助病院，所以经过200-300位信众的募集，其中也包括小朋友红包拢捐出来，相当使人感动，就是要来消停医护。万一疫情爆发以后，各大病院陆续接到各界爱心捐献，让病院相当感动。尤其防护衫甲 N95 吹暗，更是现阶段上容易欠缺的装备。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缺少的是 N95 口罩，还有这个防护衣。那因为有确诊的病患的话，这个消耗量比较大。那我们今天也感谢这个姚金慈航玄公主、王景纯先生呢，他们捐赠800件防护衣给医院。那这个对医护人员是帮忙相当大。为将大家爱心做上好的分享甲运用，其实有意捐献的单位上好也是先甲病院沟通，尽量打紧医疗迫切的需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由詹培雅爱心义工协会发起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开办至今已经迈入第9档。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需要帮助的囡仔比往年更较多。加上疫情期间，真侪餐饮业也受到冲击，所以甲餐厅结合，伫今年嘛改用餐盒的方式来用餐。议员詹培雅表示，中餐助动计划对开办到现在，今年已经进入第9档。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今年需要帮助的学童比往年佫增加。东区12间国中小总共270位学童，加上疫情的关系。今年改以餐盒的方式来提供，以及20间餐厅业者的响应，
互中产主动的计划未来中断。因为今年的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以前是所有的志工共餐打菜，那我们今年是因为不能疫情关系不能群聚，我们以至于用便当式的来共餐那我们觉得，因为疫情之下，很多商家可能生意也不是很好，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可以结合所有的商家，让孩子吃不一样的便当。所以我们这次商家有20家跟我们一起来做爱心商家的便当，让孩子每天吃不一样的美味。这次因为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商家都是惨不忍睹因为大家听到我们增援有做这个爱心的那个助童计划，我去邀这些厂商大家都很热心，想要帮助这些小朋友有这个温暖的午餐可以享用其实大家对50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其实大家爱心店家就是想要让孩童有一个温暖的午餐。今年因为疫情关系，全国学校停课无停学，伫个7月2号正式进入暑假。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嘛代表市府向议员甲业者感谢。伫个各界的响应下，今年暑假教育局嘛对往年补助低收入户扩大到中低收入户。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餐饮业的业绩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议员的号召底下，这些业者愿意挺身而出，以极低的价格来吸收、来协助这些提供给这些弱势的孩子的午餐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表示感谢跟感佩。那其实这一次的疫情发展到现在，那黄市长这边也有听到很多议员的建议跟想法，所以说往年我们寒暑假是给低收入户的午餐补助，那今年是扩大到中低收入户，由2500位学生提高到大概将近7800位，那总共的经费是增加了将近1650万。那市长在提出来这个号召以后，我们各界很多的民间也支持这个响应这个活动，就包括郑议员也在响应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我们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把我们的爱心团结起来，让确实能够照顾到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家庭跟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议员强调，虽然爱心义工协会赞助每一个便当50块，不过响应的餐饮业者所提供的便当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总共20间的业者有日本料理、烧腊、自助餐，其中嘛有卖这个大餐厅，亲像总理、佛顶，要让每一位孩童逐天有无同款的惊喜。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